继承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升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。哎呀！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。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啊。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哎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日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掌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一名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承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升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嘛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
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玉环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一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，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一欢，谁？哎，一欢，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。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。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猪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临幸。但若不是她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主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猪哥哥也很爱护。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
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有狮子头哎。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。谢谢薛姐姐。红烧的。薛姐姐下厨，那手艺自然不用说啦，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好吃啊，就这个味道。薛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生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，而是生在太平盛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和大师兄永远留在明珠谷，春天赏花，秋天赏月，男耕女织，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，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薛姐姐，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很怀念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，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。如今就咱们两个在宫里，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，咱们俩呀，好好的喝酒，赏赏月。来，今晚咱们多喝几杯。